谷姐，你知唔知呢個係邊個嚟啊？我唔知道，我唔識佢喎。做咩喺度玩手機啊？嗱，今日咧，我要跟大家去展示下咩叫做殺雞技巧。喂，起身，邊個叫你喺度玩手機嘅？因為我可以玩手機嘅咩？邊個跟你講我喺呢度玩手機嘅？我過嚟呢邊睇房㗎。我老細，你係睇房㗎？係啊。嗱，跟你介紹一下先啊。呢套樓咧，裕豐名盤嘅119方，依家喺度清緊棟數啊，13000幾嘅喎。哇！之前要買2萬蚊㗎。咁平咩？係啊，3加1房，而且話咧係大精裝修㗎啊！空調啊，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嗱，你睇下呢個廳幾大，餐廳位非常之舒服，而且佢係做咗3個房間，其中咧呢個房間係打通咗嘅，所以成個空間就變得非常之舒服啊！嗱，鏡頭嘅你啊，如果中意呢種樓嘅話咧，即刻喺評論區度留言啦，我喺呢度等你。